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今日同大家一齊整去泰國餐廳必嗌嘅泰式椰汁西米糕，呢個配方100%還原泰國嘅風味，真係超級好食，終於可以實現想食幾多就食幾多嘅願望啦。首先準備新鮮嘅班蘭葉，再剪走個葉尖，然後用間尺度出4厘米，再喺中間嗰度剪一刀，接一接度好個位置，搭好之後剪走多餘嘅葉，然後剪4刀，一共5段，再逐段順時針咁樣向內接，接成一個個嘅盒。將西米放入滾水裏邊，用細火煮大約12分鐘，煮到腍為止，再熄火焗10分鐘，然後將西米過冷河，擎乾水之後，加入白砂糖攪拌均勻，然後用匙羹將西米倒入去班蘭盒仔裏邊，倒大約1/3滿，然後準備萬能嘅里長和粟粉，再加入清水，然後攪拌均勻備用，將椰漿倒入煲裏邊，再加入砂糖、鹽同埋班蘭葉，然後用細火煮滾。煮滾之後撈出班蘭葉，再加入粟粉水，繼續用細火煮，一直煮一直攪拌，直到椰漿變到濃稠嘅狀態。用匙羹將椰漿繼續倒入班蘭盒仔裏邊，再放上一粒已經熟咗嘅粟米粒做裝飾，再放入雪櫃冷藏最少2個鐘，咁就可以攞出嚟慢慢食㗎啦。